的这个社会消息咯。另外是今仔消息方面哦，郭文铁南门哦，这个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宣布要来竞选到2020年这个总统大选。台北市长郭文铁今仔日下晝呢送花篮来祝贺，不过嘛坦白讲哦，民众党呢多少拢会受到影响。详细的消息，咱们连线记者吴品玲。好，观众，台长柯文哲今天上午来到了南门的中继市场来进行开幕活动。不过外界关注哦，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呢，今天就要正式宣布参选总统。而柯文哲也表示哦，他是向宋楚瑜送上了花篮，并且呢亲自写下祝福，是祝他可以勇往直前。那你听一下，收了访问。有，我们今天早上还在讨论要写什么。那你写了什么？我记得我是最后写勇往直前的。会不会影响到你所谓的不往啊？为什么会想写勇往直前？那既然要选呢，就勇往直前了，是吧？对啊，这也是就是勇往直前了。我觉得还不，我想不出更好。他们有各种，我说叫那个媒体组说啊，你们写个那个哦，要放在那个送的那个字条上面嘛，这写不出来，最好自己写勇往直前的嘛。你写这一句的时候会觉得蛮酸的，因为其实你们都是两个第三势力嘛，会不会影响到不分区的选票？多多少少都会啦，不过不要紧的，这每个人因为这个参政是每个人的权利嘛，所以我们还是祝福啊。现在有传出郭台铭他有把刘宥彤跟蔡俊妤放在亲民党的不分区，会不会觉得就是郭董现在是在双压嘛？那是一样嘛，每个人都会去做认为对他最有利的事嘛。不过我是亚当斯密斯的信徒了，每个人都做他最有利的事，合起来就是国家最大利益。另外，时代力量昨天也公布了不分区名单，包含小灯泡的妈妈以及黄国昌都入列。不过柯文哲仍然认为黄国昌如果放在第4名会被做掉，因为如果在时代力量没有民众党的情况，其实排名是 OK 的。但是现在有民众党出现，他觉得黄国昌还是主张要排在第1名以上。这相关情况，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好来，感谢记者带给咱上新的消息。下面同款是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屏东东港12号暗时有一对按高雄红山来翁仔某去钓鱼，想袂到呢，伊的太太呢一个无小心煞跌落海底，伊的翁婿赶紧跳入海要来救人，两个人就伫安尼伫海面上安尼浮浮沉沉，海巡人员嘛赶紧将人救上岸。详细情形，咱们连线记者夏凯。好主播各位观众，屏东东港12号晚上是传出有民众失足落海，还在海面上载浮载沉，不断呼救的情形。海巡人员也赶紧将人救上岸，进行 CPR 急救。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形。好，透过画面可以看到，海巡人员是不断替落水的女子进行 CPR， 随后也将人送医抢救。而这起落水意外发生在12号晚上，原来当时这一对来自高雄凤山的夫妇前往屏东东港的海堤来钓鱼，没想到先生在一旁钓鱼，妻子却一个不慎失足落海，先生也赶紧跳下海救人，两人就在海面上载浮载沉。海巡人员见状也赶紧将两人救上岸，但不幸的是，妻子送医后仍宣告不治。目前海巡人员跟警方还在厘清这两人落水的事发原因跟经过。以上是我们得到最新消息，把时间镜头交给彭内。好，咱感谢记者带给咱上新的消息。另外，同款社会事要来关心的是，讲这贼仔真正真大胆，头面体刷头到前法官事务所，一个姓林的贼仔伫路的捡到一个遥控器，伊一次发现讲，会当拍开边这面体铁门哦，就走入内底呢，这超架如苍苍，二大好捡厝主当着。查落来报警，不过这个贼仔一看到厝主，伊就马上对伊讲：“我有捌你哦。”原来伊偷摕是一间律师事务所，而厝主呢就是法官退休选出来的律师。我经过，但是我刚刚拿东西，我不会进来开玩笑。做贼仔互人抓到姓林的嫌犯，紧张甲含话嘛讲袂清楚。那你总共进来2次？没有1次，我发誓我就1次。不管几届犯法是事实，迄当阵姓林的贼仔走去门口，摕放伫机车头前的铁门的遥控器，入去厝内四个敲，想袂到电火熊熊倒起来，原来是厝主为2楼落来，当场甲砸落来，想袂到嫌犯看到伊头一句话就讲我捌你。他一开始就讲说，我认识你，遥控器我是地上捡到的。你不知道他身上有带任何刀械吗？那时候都没想到，对。这个调查他的厝主是家人地方法院的法官，退休了后改做律师，贼仔走入去的就是伊的事务所，尾也当场互人抓起来。
家里的钥匙的话，就是尽量不要放在就是外头机车的置物柜里面，让宵小能够成为犯罪的工具。经过调查，52岁姓林的查拉犯案的手法大部分拢是先去敲人的机车，然后找到车主的锁匙，就走入去别人的厝内偷摕物件。这届入去经法官的律师事务所犯案，当场互人抓到，嘛敢若会当乖乖啊，互带转去警察局。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屏东传出讲有一个姓潘的真可犯，唔若讲出门随身有炸家链，伫个面体外口呢乱扫，抑阁涉嫌偷摕物件，也引起着居民真惊吓。第一届去互警方围捕的时阵，去互伊走去。11号暗时7点外，又阁出现伫个屏东九如乡的庄仔头，想要偷摕物件，民众就赶紧报警察。这一届呢，无去互伊选去，警方顺利将人抓起来。即摆重点啊，大家拢在等伊啊。监视器翕到有真侪警察到现场去抓人，因为因找到一个找一个外月嫌疑犯，去互民众发现到。那个北区的那个村落，我们九如乡啊、盐埔乡啊，闹得都沸沸扬扬。伊去互警方甲押上车，这个是互附近民众安尼大家拢惊惊。这个姓潘的嫌疑犯，伊人搁伫个九如去互人撞到，伊会互民众遮尔啊着惊，是因为伊顶个月搁伫个民家厝外口安尼秘密试试探头探脑，伊搁随身带一支家刀。甚至佫共抢劫，民众报警了后，才知影讲这个姓潘的查甫，毋但有这个窃盗的案底，甚至佫是一个服刑期满的性侵前科犯。伊即摆会互抓到，就是为着要去买面。发现着因手啊，怎被甲肉好啊，伊怎行伊个刀啊要人抬，啊要人抬，阮庄的随时对个肉伊啊。暗时啊7点外，这个姓潘的查甫人走去屏东九如这个庄头，伊想要买面买无成，煞去共偷摕物件。民众看到就随甲报案。伊互人撞到的时阵，佫一直想要选。其实伫顶个月，伊就捌去互警方甲围过。警方组成专任小组，在1个多月追查跟埋伏，终于在昨天下午在九如乡缉捕归案。此当时因为这个嫌疑犯去走去，才来引起居民安尼心惊惊。查某的嘛唔敢孤一人伫外口行，还佫有人惊甲讲连人伫厝的。门嘛甲上锁，加在讲这边嫌疑犯已经去互抓起来啊！这声民众就通较安心咯。记者综合报道。每一天固定时间，伊会帮伊妈妈呢来打卡夹饼清谈，想袂到呢，所去厝边检举讲声音伤过吵，抑阁因为安尼去互人开罚单。这是新北市邦桥有一个县长的先生哦，伊请这个看护帮忙照顾因为车祸变做植物人的妈妈，为着要避免讲妈妈长期倒伫个眠床顶会生粒仔，看护着固定时间帮伊妈妈呢打卡夹饼，想袂到呢，这打卡夹饼的声音呢，所去对面的厝边讲真吵，10月份就已经报警被解，警方不得已，上尾也是以社会法对于这个张先生开一张500块的罚单，不过呢，嘛，互伊完全无法度接受。不要再把窗户关起来。请问这个会影响到对面吗？妈妈破病倒伫眠床顶，请看护来顾，拢爱斗3共冰心打卡接片，想袂到这个声音，煞互厝边检举讲伤吵。整个窗户把它封死了，封死了之后，他现在不检举我。现在检举我这个氧气制造机太吵。张先生就无奈的，因为妈妈几多年前出车祸变做植物人，所以拢爱打卡接片，避免皮肤破空。不过这个声音煞互厝边真不满，2年来检举要正百解，警察一直来了解状况。上含的是最近一届，佮甲因讲要按照社会特殊维护法甲因罚，过几工就收到罚单。分局既然裁罚我500块。说，本来是3000，因为看你这个案子很特殊，所以罚你500块。老大人都伫眠床顶的爱人照顾，结果煞互人罚，互张先生无法度接受，认为这个例若出来，未来需要长期照护的病人应该要安怎才好。如果这个恶法一开的话，那我想，那养在家里的这些植物人，或者是一些重病病患，是不是全部都要送到安养中心？并不是说你处罚了我就不拍背就没事了，大家都睡得很好，那这样子恐怕不是什么呢？这个法所要求的秩序，警方按照社会法罚500块，不过病人都伫眠床顶的一定爱打卡接片。这张罚单，互张先生最生气的提出申诉，辖区的分局检讨了后嘛，发现无妥当，讲会先撤销罚单，重新去调查。为着照顾妈妈，结果因为打卡接片的声音闹去警察局，厝边的感情可能嘛拍歹去。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鼓山一个40年海沙厝社区，房屋结构受损非常严重，唔那讲是天棚哦，壁拢剥落去，而这个更紧嘛是生生甲真严重，变成一个真危险的大楼。不过社区内底249户住户，大部分拢是假收入户，根本就无钱来搬厝。虽然讲有这当地学会来斗3工申请途径，不过审批的这流程却袂着爱5年起跳，嘛互住户真烦恼。就今日去拄着地动厝倒去，安尼后果是不堪设想。暗时啊，行一个，规拢伊顶原迄无，规拢飘落来啊。伫客厅休困，天棚煞放落来，险啊喊着人，民众惊一个身份无条体，斟酌甲看放弃的所在，红毛图真明显扫起，更机佫甲是规个先生根本就袂当住人。在睡觉啊，睡觉就早上6点半，全部那个阳台全部都掉下来，整个掉下来，好在人没有在那边。同款的代志，佫毋哪一件，住伫4楼的庄边仔的天棚嘛同款放起，好佳在无对着人。原来这摆起伫高雄鼓山的40年的老公寓，是海沙厝社区内部的结构扫起，变甲足危险的。大部分都是苦哈哈的那个经济情况不好的啦，因为他们是勉强就住的啊。每5年通盘检讨一次的时候，送到内政部，内政部再通过的时候，这个都已经来不及，因为只要一个5级的地震，可能就会影响这里249户的居民的生命安全。虽望学会介入斗3工，不过都经审核规划，上少要等5年。对住伫个社区的249户的民众来讲，即马含大安全嘛变作问题。这个是属于西部计划，其实在1年以内就可以完成啊。所以主要是它的财务计划如果够明确，公益性够强，其实这个部分。未来都可以获得委员会的支持。虽望都发局答应讲会先处理危险的大楼，不过这个社区的人大部分拢是低收入户，真无简单，甲厝的贷款纳完，煞发现家己的厝变做危险的大楼，根本就无法度摕遮尔济钱出来。即马这百人拢受到性命的危险，敢若希望政府会当出手斗3工，互民众一个安全的所在通住。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到台北市立动物园来佚佗，所看到将近3公尺长的大蛇伫涂骹扫来扫去，好哩加在呢，民众赶紧闪开，大蛇嘛一困难呢，就无看影只咯。不过这种情形，互不少网友滚酸笑讲，原来哦，这木栅动物园嘛有互动式的体验。你唔那讲是木栅动物园内出现着野生的蛇，正在这个新起的图书馆11月才开始试营运。不过人民册刷打出着小心毒蛇这种的警告，也佮讲这较早呢是大蛇窟，原来这个土地较早呢曾经是国防用地，真侪年来拢囥咧互伊趴远。进前起大楼的时阵，才传出讲有真侪人拢看到真侪蛇出现的情形。拜六时啊，带规家伙仔来台北市立动物园，都还未看到动物的，就先看到这个活物啦。动物园的骚动，老母抱囡仔看到这尾活比3公尺长的大蛇，惊一个要害去。加在无偌久，这尾大蛇伊家己走去。不过这个动物园内出现野生的大蛇，网友就滚笑讲，这是免费互动式的体验啦。还佫讲，木栅动物园已经变做这个野生的动物园了。就让他走啦，我们是乡下人。所以看到这觉得没什么，没什么，赶快带小朋友离开。对，这安全第一。照花纹看起来应该是南蛇，那它是没有毒的一个，应该是不是会伤人的一个动物，所以游客看到就是远离它，不要去逗弄它。其实，伫咧我木栅动物园边仔这个政治大学的校园内底，同款有真侪蛇，互人更较着惊是，佫是迄款有毒的雨伞节。正大图书馆的面册佫大文讲。暗时啊，都唔通留伫达贤图书馆的外口，网页顶有附这个毒蛇的相片，因为这较早是这个毒蛇窟。正大后山什么之类都有啊，就常看图片就是有蛇啊，所以习惯了。这个听讲有毒蛇咧出现的地点，就是伫咧正大成乐城的图书馆。原来这进前是国防部的所在，这侪年来这真罕的有人来是一个趴远的所在。尾啊咧施工的时阵，才发现讲这有真侪野生的蛇类。因那这个正大的达贤楼，对今年的11月开始营运。8层楼的建筑物内底是这款楼梯架仔的建造，互真侪人讲是上水的大学图书馆。会有点担心，应该还好，对，因为它现在目前只开到5点。动物园就表示讲，因为这个木栅较倚山边，佮加上最近的天气是安尼南面烧南面冷，才会有蛇传出来咧纳热嘛，提醒民众讲，若是真正去拄着嘛，唔免伤过惊吓。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新兴铁骑路寿山公园站到文武圣殿站中，进前去予护树团体发现讲，这几排10外丛的种啊，被一头车头色的这长头修剪，原本真青真水的模样，即嘛变做曲溜溜哦。因此，因就提出质疑讲，是毋是因为过度修剪？听到消息了后，这文局也赶紧出面来驳回。伊讲，这批拢是居民早期家己栽种的，毋是立管行道路树，而部分树枝树叶嘛，因为产生着病虫害，危害着附近的居民哦。因此也接到订正了后，协助来处理，同时也确保着新兴铁骑路未来汽车的安全。这个伫咧轻便铁骑路边的青仔树，原本伊的枝叶是真旺盛，不过即摆煞去予护树团体发现讲，规排树啊安尼甲修剪打突，敢若剩一丝啊这个新布出来影，所以因怀疑讲修剪甲伤过头去啊。那这样的做法其实第一个景观毁掉，第二个它的健康会有问题，第三个其实它的安全也会有问题。这个所在就是伫咧高雄新乐街的巷仔内，伫咧轻便铁路寿山公园站到文武圣殿遮，有超过10丛的青仔树，因原本是超过有4层楼遐悬，即摆拢互人甲长甲突，互日头安尼甲拍。本来当无整理啊，真有风台的社讲的，上过大坡的啦，吹到我们对面的这个里面的住家。伫咧附近的居民因表示讲，这树啊已经真久无修剪了，进前还佫有出现病虫害，所以该杨里长来处理。轻轨我们的路廊是在围墙之内，那个树不属于轻轨相关的范围，那个树是多年这个由不知名的人士在那边种的，所以它不是市政府的一个路树。会这么大幅度的一个修剪树干的一个枝叶，主要是因为地方多次的强烈的一个建议跟要求，希望捷运局能够来协助，能够敦亲睦邻。因为这个青仔树是生伫咧台铁的南山地顶悬，附近的民众拢会把这个车停伫咧遮，进前还佫出现讲树啊倒去的现象，所以捷运局因听到订正了后，过来处理。因希望讲特别的修剪，拢会当来维护地方的环境，佫会通来顾到边仔的徛家，嘛通来确保轻便铁路未来汽车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间高职举办着校庆活动，校方动员全校师生倒伫运动场顶头，双手放伫胸坎仔头前做行礼动作，做一个9000外人的开箱文。主角呢就是李姓先师孔子，会有这款的这开箱文，原来是学校为着要替校内拄好做好的孔子像来举办活动，配合着即马上时间的开箱文哦，将近万人倒伫运动场，看起来画面真壮观。好，运动市场就位啊！听到司机的指令，大家就拢伫运动场顶的倒落，为天顶翕的画面来看，场面真正是足大的。现场算一个老师甲学生拢总有9000外人，佮加上700用372张 A3 的纸斗起来的孔子公的图，高雄一间高职学最近真夯的开箱文，主角就是孔子公。那老师学生拢出动，内底可以当看到有人穿原住民的衫，另外嘛有各队的学生手会提甲起刀伫涂骹，学校用这款的方式来宣传，真侪人看到拢讲，这根本就是史上上大的开箱文。应该是第一次那么多人，对，第一次。不然你们以前都没有一起？没有，因为你看其他人的照片都是那种一点点啊。从上个礼拜就开始准备了。会不会觉得这一次很有创意？我很有创意。特别选择这样的一个开箱照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来做整个历史上的一个画面。那庆祝学校生日，嘛借这个活动，和老师甲学生的感情更加好。记者综合报道。伫家己有一个查甫人叫做蔡明芬，伊饲这个虎头蜂已经有41年，上济一年捌饲300-400粒蜂收。伊嘛收藏了真侪造型奇奇怪怪这个虎头蜂收，其中有一个形状好亲像是暗光鸟同款，有一个日本人就出10万块要甲伊买，不过蔡明芬伊唔甘买。也佮有一个野兔这鱼仔造型的虎头蜂嘛拢真水，这款拢是伊的收藏品，即马已经累积超过1万粒的这个蜂收咯，是一个真正的虎头蜂达人。大细粒无共，外形嘛真特别，收藏超过300粒的蜂收。像这粒亲像鸟头鸟的蜂收，就是虎头蜂专家蔡明芬上喜欢的作品。那真水真特别，佮捌有外国观光客出价想要买，不过伊拢唔买。日本人看到吼足介意的，要甲买转日本，伊阵啊甲出10万块，但是因为这是我头一个迄个有造型的收，所以我唔敢买安尼。
饲虎头蜂已经饲超过40年啊。蔡明芬一年饲超有300-400粒的蜂箱，到今拢总有超过1万粒。伊读高中的时阵，有一摆看到树仔顶有一粒虎头蜂的手，好闲就甲摕转去，想袂到几工了后，蜂箱变大，落尾蔡明芬就开始咧兴饲虎头蜂。安尼点一滴安尼一工一只蜂安尼，来出入安尼30-40遍、40-50遍安尼出入袂顺，迄个过程你会感觉哇，这个咱人含其实含蜂嘛共款，你就是爱骨力愈骨力的蜂，你收才做会大。佮有这个造型亲像兔仔的蜂箱嘛，足特别的。虎头蜂唔那是建筑的高手，喙烂佮有防腐剂的效果。蔡明芬甲人买爱希诺去的材料买来，放伫咧虎头蜂的飞过所在。虎头蜂为5月开始活动，逐工飞来飞去，互蜂收愈来愈勇，佮做真侪无共的花草出来。蔡明芬买趁这个时阵，摕假丝来刻，互蜂收有无共的外形。你甲雕的过程，伊虎头蜂佮照你的形体安尼落去做，你雕的形体落去做。啊，毋是甲雕一遍尔你着爱愈细甲雕到5-6遍，嘿啊！啊，你一遍的时间爱用到1点钟，所以你伫遐穿装备爱从1点钟啊，甲雕迄个形体安尼，爱雕5-6遍，才有迄个形体才会出来。真侪人拢真惊虎头蜂，蔡明芬一点仔都袂惊。经过伊的手，虎头蜂的手嘛会当变做真水的艺术品。记者综合报道。在日本料理当中，熟悉的这扣盘定定会当看到掺一2片的叶仔，不过唔通看袂起这款叶仔哦。伊互袂少侪伙人变好业，嘛找到人生的第二春。日本的德岛县的这上城町原本是一个真稀微高龄化的小镇，不过30多年进前开始转型，做这挽叶仔生意了后，伊一看就变做了装饰叶的大本营。唔若讲有日本全国大约7成的市占率，甚至讲有侪伙人一年收入就超过咱台票270万块，这真正是人一个讲的这个点叶生金。煎虾顶会加一寡青色的叶啊，啊，这般蒸菜嘛用饭仔叶来扣盘。日本料理上岛好食的料理加上真水的扣盘，互人看到喙烂插插顶。其实这叶啊有7成拢是为德岛县上圣町这个所在来的。一阵平均年岁70岁欧巴桑，甲办落来了后，才袂去全国。上圣町敢有1500人，靠挽叶的生理打造叶啊变黄金的传奇。立ち寄ったお店でもみじの葉っぱを見て感動している姿を見たときに、これこそまさに自分が考えている商品だと、ひらめきがあったんですね。形式地理40年前来到上圣町做农事指导员，迄当阵的老大人愈来愈多，产业无压力。不过形式为舒适扣盘饭仔叶顶的看到商机，开始这个挽叶仔的生意。即摆上圣町的挽叶仔的产业变做上重要的收入，嘛，互当地老大人趁爸爸。阁有人一年的收入达到日本钱1000万，超台票270万。で私は100歳まで現役で頑張りたいと思ってます。因为叶仔真轻，就算是侪伙人买当做甲真轻松。为着顺利接单，伊嘛开始学电脑，发展新的事业。挽叶仔的生意唔若互这个所在变好业，世界各地较睁开的所在嘛拢走来这学习。更加重要的是，挽叶仔互老大人找到代志通做，证明人就算过70岁，也是会当找到新的人生的意义。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人烧金纸的这传统，红到国外去。最近美国有网络的红人哦，伊就翕影片讲，自从伊开始烧这个祖先钱哦，唔但找到家己，而且好运甲财运嘛一直来哦。这种金纸呢，雄雄看起，甲台湾定定看这种黄色的金纸有淡薄仔无共款。不过呢，却是真做一位美国网络甲祖先沟通的中间人，而且呢，上网就会当买到上俗色的一捆，只要450块。金纸伫咧金鼎内底烧甲旺旺旺，讲是人间的金钱，来转变做阴间的荣华富贵。烧金纸本来是拜祖先的一个仪式，不过即马伫咧美国有一寡人嘛去受到这款传统风俗的影响，因嘛学晓烧金纸，结果真好运，唔但找到自我金银财宝，阁趁到强强滚。When I started to burn ancestor money, my financial
trouble started to fly away. 这个美国人，伊甲银纸甲互做祖先钱，伊讲烧祖先钱已经有改变伊的人生。伊原本是无啥会晓还价的月光族，不过自从伊开始烧祖先钱互祖先了后，和因沟通嘛，豆豆去找到自我的灵性。更较奇妙的是，伊烧金银财宝真正蹲甲规厝经。But when I had that dream, I knew that was them telling me to get the ancestor money. 这种祖先钱要买真简单，伫网络商店拢买会到。上俗的是一群1000亿的纸钱，拢总有27张，干那爱10外块的美金，差不多是台票4.5。若这个网红，伊毋若家己有一套烧纸钱的仪式，佮甲规个过程啊放喺网络顶悬，伊的卖将嘛拢对咧学。And then I'll say, and also all of my ancestors, both known and unknown, may this serve you wherever you are, wherever you have been, and wherever you will be. 唔管讲这个烧金纸到底是毋是真正会较好运，还是讲地带财运，想袂到烧金纸这个方式嘛，请到外国去，连外国人嘛遮尔啊信道，这真正是天地旷阔，无奇不有。记者综合报道。无继续留伫不分区的名单内底，国民党立委看起来真失望。详细进行广告了后，做回来关心。金马56还有10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的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这就是最后一盘澳门葡式蛋挞。今天我没有吃到，我就比较叶小河。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海军陆战队士兵信条。黄曼丽，你是不是太紧张了？不要在乎刚刚的失败，也不要。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现场。每一届若是到这个秋冬季节咯，南洋溪畔伫个东北季风一直吹这情况之下，容易造成呢这无看过高层呢土沙飞甲满湿个，所以呢第1号船局每一年拢会向这水利署来申请着用电控制计划，种一寡这甜菌煮草来复育河床。随着时间渐渐进入秋天，瓜芒花渐渐开，南洋溪畔就亲像是铺一块白色的地毯共款，互游客拢讲实在是真水。李人伫咧讲的这个瓜芒花的甜菌煮草，拄啊好是防风电刷上好的作物咯。毋若讲会当有效防尘净化水质，甚至讲也会当互南洋溪变做一个真特别的景致。目前南洋溪、葛玛兰溪、泰雅大桥，也阁有大7星岛等等的所在，拢会当看到这瓜芒花，亲像是软훨훨白色的地毯共款。金马56还有10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的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这就是最后一盘澳门葡式蛋挞。今天我没有吃到，我就比较叶小河。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
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现场。亲民党呢，下早时9点先举行着这决策加全国委员会议。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嘛，伫个会后来举行记者会，正式宣布是毋是要来投入到2020年的大选咯。而对着这个副手人选，拄则呢新闻开始，那么有甲观众朋友来报告过。而等一个宋楚瑜嘛会亲身向观众朋友呢来做介绍。咱即马现场就带观众朋友来去现场看卖咧。亲民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人宋楚瑜先生。咱看到这宋楚瑜哦，等一下呢，伊就来到会场。咱即马看到画面哦，宋楚瑜先生已经来到会场的现场咯。而对着这副手的人选，这新闻一开始，嘛有甲观众朋友来报告是广告的这告表意向哦。而即马呢，宋楚瑜本人嘛来到着这个记者会现场。宋楚瑜这一届呢，是会使讲是第5届要来参选着这个总统有。这个大部分的机会，伊有可能来宣布。因为即马呢，这副手人选嘛已经公布了。即马现场呢是客满着真侪媒体记者，也阁有关心的人哦，想要来了解着这一届哦，亲民党呢伊的副手人选宋楚瑜伫公布了，为虾米会选择着这个副手人选？等一下呢，宋楚瑜嘛会详细来甲观众朋友来报告。相信呢有真侪亲民党的支持者嘛真关心着这个问题哦。这一届呢，这个总统选举会使讲是竞争非常的激烈咯。虽然讲是包括着这亲民党，也阁有国民党，也阁有这个民进党的部分哦。而这一届亲民党呢，也决定哦，宋楚瑜党主席要家己来参选哦，希望讲会当呢带动着咱这因的亲民党的这立委的实力。咱即马来看现场的情形。主席就座，请各位媒体，谢谢。
谢谢哈，请各位媒体也就位哈，谢谢。让我为各位介绍我们今天的贵宾。首先，第一位，我们欢迎亲民党的立委周陈秀霞委员、陈怡洁委员。让我们欢迎典藏杂志社社长简社长简秀芝简社长。让我们欢迎台北市蔡炳坤副市长，欢迎你。让我们欢迎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雄张副主席，欢迎你。让我们欢迎亲民党秘书长李红军秘书长，谢谢秘书长。让我们欢迎民众党代表张哲阳秘书长，秘书长好。让我们欢迎永林基金会执行长刘幼彤小姐，谢谢。副执行长蔡庆瑜小姐，欢迎，谢谢。宋友会叶松年叶总会长，谢谢总会长。前台联副秘书长黄金郎黄副秘书长，谢谢副秘书长。台北市议员徐立信议员，谢谢徐议员。国会政党联盟高国庆高秘书长，谢谢高秘书长。谢谢各位的大驾光临，谢谢。亲民党2020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先生，邀请宋主席致辞。各位媒体朋友，各位今天的贵宾，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姐妹，各位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好。且让我用泰戈尔的诗来当一个开场白。他在诗里面说，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却需要最艰苦的练习。没有错，这条选举的路，我整整走了25年。楚瑜曾经参与中华民国5次的重大选举，一共获得了1779万85票，每一张选票都代表对楚瑜的肯定。楚瑜曾经说过，一张票一事情。我在这边再一次由衷的向各位乡亲表示感谢，谢谢各位乡亲对楚瑜的厚爱，感谢咱的乡亲时代。新闻开一个，明年1月11号的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将是楚瑜的第6战。同时也是像一部电影的标题叫终局之战。大家都心知肚明，宋楚瑜距离当选动算的门槛还相当远，但当楚瑜决定要踏上政治生涯的最后一里路的时候，我既不悲愤，也不气馁，我的内心
反而很舒坦而自在，因为我知道这一场的选举是处于从政初心最近的一次。宋楚瑜从政的初心就是4个字：天道酬勤。这也是我最爱说，而我最常常写给许许多多乡亲的4个字，甚至我自己愿意花了25年的时间，彻底去实践，内化于心的座右铭。其实天道酬勤来自于古书《周易》的卦辞，意思就是说，上天会厚爱勤奋的人，任何人只要勤奋努力，一定会成功。换言之，天道酬勤指的不就是我们台湾人最优秀的基本功吗？爱拼才会赢，爱拼才会赢。77岁仍然要参选人生第6次大选的宋楚瑜，将以怕输就不会赢，怕输没赢啊！我们用这样的精神来出发的话，就是希望唤起当初让台湾人引以为傲的这种打拼的务实的精神，爱拼才会赢，打拼才会赢。客家人说，什么打拼靠自嘎，这就是真正讲起来台湾人的精神嘛。作为一位从事于政治40多年的政治老兵，我敢很自豪地说，楚瑜曾经全程的参与我们台湾的民主改革，并且奉献心力，促使台湾能够从威权的体制转型成开放的民主，解除戒严，开放党禁，解除暴禁，修改刑法100条，让台湾人不会再因为政治理念不同而被判为政治犯。同时在终结万年国会推动总统直选这一些对台湾极其重要的民主化过程当中，宋楚瑜也是非常重要的推手，并且做出关键的贡献。在这个1980年代到90年代的临近革命不流血的过程当中，楚瑜深刻地感受到身为台湾人的骄傲跟自信。如今看到台湾的社会的对立、混乱和自停不前，宋楚瑜有必要再一次的站出来，和我们大家一起打拼，重新找回我们台湾人的自信和骄傲。实在不愿意瞒大家，我从今年的9月17号早上才开始对参选总统的事情动心起念，因为前一晚郭台铭先生宣布退选。今天特别谢谢2位发言人到这边。如果郭台铭先生不退选，楚瑜不会站在今天这个地方。谢谢郭台铭先生，让我
当天晚上辗转难眠。我认知，如果台湾的人民无法解开蓝绿的情绪勒索 （emotional blackmail） 和亡国恐吓的约制，那非常可悲。如果没有一位拥有世界级格局、有本事带领我们台湾在美国、中国、日本3个强国的博弈赛中杀出重围的总统参选人，也非常可惜。在如此可悲而又可惜的情绪笼罩之下，我依旧保持乐观，因为我坚信，就像今天墙上所讲的这话，自由民主的基因，自由民主是我们全体国人所有共同的 DNA。 台湾没有任何人、任何政党能够忽略台湾人坚持保持自由民主的制度来发展经济。郭董，你的心声我也帮你今天讲出来了。所以没有人能够出卖台湾，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要有信心，更要对我们的下一代要有信心，因为年轻的这一代对自由民主的标准远比我们上一代要求的更高。我认识很多对富国利民、拥有理念、热忱的政治人物，而且超过一半是前途不可限量的年轻人。只可惜我们的选举制度无法让蓝绿之外的第三势力拥有挥洒的空间。今天好几位其他政党的代表都在这边，我们都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所以25年来，蓝绿始终在那边恶斗，第三种声音总是永远上不了台面。假如我们不改变目前的选举制度，那我们永远只能沉溺于蓝绿情绪勒索跟亡国恐吓的阴影当中，台湾没有办法向前大步前行。所以2020 1月11号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我期待扮演孤独求败的角色。为了这一战，宋楚瑜已经准备了44年。各位亲爱的乡亲，最初的14年，我追随台湾乡亲都非常肯定和推崇的蒋经国先生和孙运璇院长，学习治国之道以及心存百姓、无私奉献的初心，我得到他们2位的真传。各位亲爱的乡亲，这2位前辈有时候早上6点钟就把我找去，有时候晚上12点还找我去商量和指示一些方向。我后来又被派到台湾省服务，当时的李总统教我了一句闽南话：一步一卡赢，一步一卡赢，让我真正认真的走访台湾每一个角落。我体认到2句话：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
咱百姓的小代志，应该是咱政府的大代志。民众的小事情，就是政府的大事情。官员吃得苦中苦，百姓方为人上人。我很喜欢《华严经》里面的这句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目前的心情，大家可以看得到，十分自在，因为我已经不再执着于我个人的输赢，我已经彻底的放下有如过眼烟云的44年的奋斗史，毫无包袱的宋楚瑜。我没有政党的包袱，我没有孩子要逼着我要帮他去关说的包袱，我更没有任何人情负担的包袱。宋楚瑜将带着初心展开我的终局之战。宋楚瑜的终局之战绝对不是电影里面复仇者的联盟，因为我肯定台湾所有任何一个政党都曾经为这一块土地做出过贡献。我只希望为台湾的自由民主能够掀开新的一页。我希望中华民国可以从双首长制转变成内阁制。我希望民法成年的定义可以下修到18岁，让年轻的世代可以早一天负起承先启后的社会公民的责任。同时在教育上也要求向下扎根，而不是向上延伸。我希望降低政党票的门槛，提高不分区立委席次的比例。我更希望降低政党获得补助款的标准，让台湾的政坛除了蓝绿之外，还有足够的空间，让五彩缤纷、七彩夺目的优秀小党并存于世。我们一起加油！处于由衷的盼望，我们台湾的选民可以告别悲情，不要再在蓝绿两党当中他们的诉求。一个党说，您如果不投给绿，台湾会亡。另外一边说，你假如不投给蓝，则中华民国会被消灭。这种长期的情绪勒索之下，惶惶终日，只能在国民党、民进党、下架民进党和讨厌国民党这4种选择当中去再浮再沉，伤透脑筋。我期待每一位我们台湾人都能珍惜你的眼泪。其实我们各位都应该尊重您的自由的意志，含泪去投票，只是一种让自由民主无法继续提升的自虐的行为。这样下去并不是一个办法。选举就像今天一样了，开开心心，像办嘉年华会，因为重新让大家体认出来，天大地大，人民才最大。所以宋楚瑜由衷的盼望台湾能够重回天道酬勤的时代，让所有的人民都相信，你只要肯努力，就有出头天的信念，用彼此尊重与包容的心去化解相互之间的这些误会，也化解许多不必要的阻碍。台湾
这块宝地，我们称之为 Formosa， 称之为宝岛。台湾有3个优势：地理位置、人文素养跟民主制度3大优势。我们应该善加珍惜，还来发挥我们3大优势。因为中华民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我们是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东洋文化和台湾本土文化完美的综合体。我们还有自由民主的制度，让每一个人的创意都能像五彩缤纷，能够好好的去发挥。我们要在中国大陆、美国、日本3个大国的博弈赛中，我们会非常稳健、小心的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路。虽然古书当中有2句话，我的发言人特别提醒我要讲出来，叫做道阻且长，但是我更相信行则将至。我们会用这样的心情来处理，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向全世界展现出来台湾人民主的骄傲。因为宋楚瑜的终局之战不激励，不求名，我的输赢个人不打紧，我们只求台湾要胜，中华民国要赢。台湾要胜，中华要赢。台湾要胜，中华要赢。各位乡亲，昨天晚上开心吗？开心！中华大赢啊！大赢大赢！我们分享这样的，谢谢各位今天来给楚瑜加油，给我们共同的希望加油，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主席。那请先留步。接下来呢，我要介绍2020亲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其实这也是我离副总。金马56还有10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晚上好，欢迎收看11月13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吴凯文。午间大头条，首先关心世界12强棒球赛复赛，台湾7-0完封南韩，抗韩强投张毅爆红。